最近是乌鱼的产季哦，乌鱼子又搁要大出咯。今仔新德县就办活动来了解新德9港乡的乌鱼子。渔会表示讲，今年哦，因的乌鱼产量大概有10万尾，因为数量有较减少，所以价值会较悬挂。乌鱼子用火烫过，连面传来香滚滚的味，民众试食了，拢学了个会得志。它这个比较 Q， 吃起来就蛮不错了。还常常在餐厅吃的就没有这么 Q。新德县德北地区单年乌鱼产值有1亿4000多万，今年受到天气影响，乌鱼的产量比过去减真多。乌鱼子价值是比去年有较悬淡薄啊。软化现象很严重，所以今年乌鱼季都来迟了，产量是比以往少了好几万尾。今年价格是大概因为前几年的话是碰到疫情了所以价格有稍微跌一下。那渐渐的从去年开始已经回升了专门饲乌鱼的渔民也在现场教大家安怎拣乌鱼子的好歹。咸度啦过来就是讲大度就是消费者你家己看。你若讲乌鱼子一般若阮家己的乌鱼子就是讲，第一就是消费者爱是低盐过来就是拍乌是尽量水分爱拍乌大因为你拍乌大会臭臭。新德县德北地区饲乌鱼的区域有481公顷。因为在地有9港乡特别的气候条件，拍出风味特殊的乌鱼子，透过活动来销界，予愈多消费者。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